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含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好朋友，今日咱互相搁再来开讲味菜。有真侪台湾人的味菜，拢做互幼囡仔咧用。咱嘛知影讲，教囡仔味菜就是要对生活中因眼内所看到点点滴滴各种生活的项目来开始。毋则讲，咱若要教囡仔台湾话，今日解文说字，咱来详细看。头一条，咱来出讲2支竿仔底乌做，日是开，暝是锁。这个互咱的幼囡仔来摇，讲互咱人体5官其中一项，一定原来真欢喜。你甲摇，甲解说讲2支竿仔内底底乌做，台湾人底乌做。啊，若美国人鼻仔笃笃吼，迄落吼，迄都毋是底乌做啊！国情咧讲笑，你听有啦吼。台湾人2支竿仔底乌做，日是开，暝是锁。这2支竿仔暝是锁起来，合起来，要互咱摇啥？介简单，互咱台的幼囡仔学台语，佮体会趣味。原来咱人的5官内底，目睭就是底乌做，日是开，暝是锁。暝是都牵起来，这2支竿仔就锁起来。安尼就是要咱人体5官内底目睭啦。过来第2项，同款5官哦，继续互咱摇，来摇，甲2原来有牵连。讲一丛树啊发2叶，我来我去看袂着；一丛树啊发2配叶，我过来我过去，拢总看袂着。要摇咱人体咱面容者其中一项的器官要摇啥？我过来嘛看袂到，我过去嘛看袂到，你目睭永远都看袂到，看袂到咱的耳孔啦。咱人这丛树啊吼，正手边发一配叶，倒手边发一配叶，安尼拢总2叶。我过来看袂到耳孔，我过去，咱这囡仔兄囡仔这咧摇的过程中，伊就家己的体会。对呢，安那我就看袂到耳孔呢。教囡仔台湾话，教囡仔日常生活，咱的5官。咱人体各方面，就是对生活，互伊开始学起趣味的所在，就伫遮。啊，讲到2，讲到咱人看袂到耳孔，要搁继续摇，搁出一条，在咱日常厝内生活用品拢看会到。摇这项真简单嘛，真艺术。讲双生姊妹病关病大，一个点城内，一个点城外。哦，双生啊姊妹病关病大。啊，一个点伫城内，啊，一个点伫城外，安尼生要要什么生活中厝内有的用品呢？注意甲听，认真甲想。要紧就是这句头一句，双生姊妹，双生的姊妹就是生做一模一样啦。毋则讲，互咱的囡仔咧摇，一个吼点伫城内这边啦，另外一个吼点伫城外迄边啦，安尼。中计倒位，就是要摇这项答案，就是咱囝人咧照镜，袂输敢若双生姊妹，一个点城内，一个点城外，形容完全相像共款。